大王很宠爱你。但是楚国不是我情愿要来的。可魏王说，楚国要与5国联盟，我嫁过来，如果能讨大王欢喜，对我们魏国，对大家都好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我爹是文侯之后，在魏国也算有点地位。大王宠我，只怕是看在魏王的面子上吧。或许是，或许不是，但无论怎样，你都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子。世人只要他不瞎，就会珍惜你的。如果大王他真的看中我，我一定会借机向他进言，让他找出害你的人，并放你出来。不，最好不要。你刚到楚国，还不知这楚宫里步步陷阱，人心叵测。我已算是小心，却还是吃尽了苦头。弟自然尊贵。母亲，既然早就受过了这一人的恶气，离开这儿，我们不受他来管束，反而活得更畅快些。弟儿说的有道理，可是离开了这儿，我们就离燕国王宫更远了。那要是大公主再找我们，我已经不指望大公主了，还是靠我们自己吧。母亲，你放心，还有我，这就说过，我帮助母亲，我是母亲身边的男子汉。好孩子，继儿真的长大了。可是，就是他在哪呢？他能来帮我们吗？你舅舅萧然，只怕他也很难。魏将军，臣在。大将军司马错一再上书，说你平巴蜀之乱，战功彪炳，应该给你升迁。封赏你什么爵位好呢？功臣、武大夫、少良造？哼，怎么，魏将军嫌这些爵位不够显赫？宫中左庶长一职，至今还空闲着。寡人今日就当着朝廷重臣的面，封你为左庶长，如何呀？大王，这我等也上过战场，战功赫赫，凭什么他当左庶长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看来这朝堂上有雄才大略、胸中甲兵的，不止魏将军一个人。若想让众人心服口服，祸兮福兮。其实，当我得知大王怜幸你，姐姐心里还是替你欢喜的。早先，你总说你要走，姐姐唯恐哪一日我们姐妹就真的分开了。现在可好了，你可以安安心心的留在宫中，我们姐妹从此长相厮守，互相帮衬。珍珠，去把我那套紫玉镂金的首饰给我拿来。那套首饰最为贵重，皇后平时也不常用，奴婢一时想不起放在哪儿了。就在我床头放珠宝首饰的匣子第2层，快去吧。是。姐姐就要临产了，心境需开朗些，切不要为难了自己和腹中的孩儿。我明白，我若是为难自己，反而中了那些人的心思。好在女医和太医常来给我调理把脉，天天药膳吃的，这身子还算无妨。大王近日任务繁忙，但大王昨日还提到了姐腹中的嫡子，想来大王心中是挂念姐姐的。姐姐想起那日的事，肠子都悔青了，还望妹妹在大王面前替姐姐言语几句。那是当然，多谢妹妹。拿过来。
无论怎么说，妹妹也算是侍寝了。我理要送你一套妆奁，给你贺喜。这套首饰是姐。公元前317年，秦前左庶长初立吉率军出函谷关，反击韩赵魏三国联军，与修瑜大败联兵，斩敌8万多，俘获魏国大将申差和赵国公子可，韩国太子焕战死。函谷关之战是战国时期最后一次诸侯合纵攻秦之战，从此六国再也无法抵御秦国的兼并。今饿不饿呀？饿，要去多吃一点，好不好？好。吉儿，大王，大王，吉儿又长高了。对。大王今日这么早就下朝了？今日大朝没什么事，只是谈论一下此次大捷的封赏。我已下令将修瑜之战的捷报传谕全国。自商鞅变法以来，秦国势力日强，六国一直想联手将秦国打压下去。这一战之后，恐怕他们再也不敢小觑我大秦了。诸国战败，只得给大秦割地赔偿。张子这次出使列国，就会风光得很。大王是否让张子出使先去赵国？我知道，你只为大公主计。哎，好香的饭食啊！人在这里用晚膳。大王好口福，今日做了白果炖老鸭，鸭肉清凉，大补虚劳。今儿和大王一样喜欢吃鸭子。这次修瑜之战，你弟弟魏冉和公子华立了大功。真的？姑姑去了，去给魏后请罪。以后护不得你跟堂儿周全了，凡事都要靠自己。不，姑姑，毛孔不哭，姑姑没有亲人，上路前有王后为姑姑送行，姑姑走得踏实。你失血过度，那红枣精米是要天天喝的。补血养颜，益人民也是很好的。多谢姐姐们挂念。八子，大王来了。臣妾不能起身，望大王恕罪。坐着别动，身子得慢慢养，但脸色看着却比昨天好许多了。多谢大王体谅。这孩儿懂事，很少哭闹。今日他还对臣妾笑了呢。他知道来到这个世间有多不易，这孩子也是命。大王，这么冷的天，你为何站在这儿？让寡人有眼福看到一幅雪中美人图。姑母说这宫中种了许多腊梅，我带人出来寻了一个时辰，只见树不见花，只好不得而归。宫中的腊梅都是从汉中和秦岭移来的，今年的花期似有些晚了。等花开的时候，我会派人送些到姑母的宫里去。这些年，你姑母精心养育华儿，寡人的孩儿当中，属华儿军功最多。
谢大王恩宠。不过这腊梅就不必送了。这宫中人多嘴杂的，三人成虎，众口铄金，一儿还是自己带人去摘采吧。宫里难道有什么闲言碎语吗？大王耳力不好。折夫成城，折腹倾城，一绝折物，为消为痴。这不是大雅瞻昂吗？是啊，这几日宫内外到处都在传唱它。真的吗？大王对你有意呀。什么有意啊？不过是说了一句雪中美人图罢了。哎呦，傻丫头，在你眼中一文不值，在别人眼中可顶得上千军万马呢。大王说姑母养育了华哥哥，在大王的孩儿当中就属华哥哥最争气。大王还说要给姑母送梅花来呢。大王真这么说？姑与公子华之间本来就貌合神离，如今又添了甘茂，只怕他们勾心斗角的机会更多了。这样才好。眼下我们先不攻打雍城。司马将军，朕命你领兵南下平定巴蜀之乱。遵旨。魏将军和白将军，我要你们分头去平定那些在咸阳周边趁乱聚集起的小股散兵游勇。我要咸阳100里之内安然太平。臣领旨。至于那些各立山头的公子们，平日里他们只懂得争名夺利，却不知守望相助，恨不得少一个人就少一个对手。等我们整肃完内部，准备好粮草，再一一收拾他们，绝非难事。太后，魏夫人她出头了。什么？她跑了？她在企图混出咸阳城门的时候，被守官兵抓住了。你们说说，该对她怎么办？幸亏抓住了，魏夫人在我们手里，银华投鼠忌器，也不敢过分造次。甘茂去了雍城，魏夫人也想去雍城。看来这雍城真是个好地方。去，带魏夫人来见我。是。太后，魏夫人来了。见着太后还不下跪？不必了。木心，在。